搶房大戰現場咧好轟烈啊！呢個係舊年9月27日時候嘅，我當時同客戶講過，搶唔到咧就等16、17座，冇必要咧賣靠路邊嘅一座。嗱，依家咧17座無敵景觀終於開賣咗，帶大家咧一睹為快。視頻嘅後邊咧再介紹屋苑周圍環境同埋配套嘅。想要買樓冇套路，優點缺點都要知啊！大家好，我係樂 Alex。嗱，喺度賣緊嘅咧就係17座2梯4房，喺屋苑嘅第2排最前邊呢個位置，就唔受馬路嘅噪音影響嘅，完全冇遮擋。別墅高爾夫長江水庫五季山景，前邊兩隻戶型咧就係127平方1367尺，3加1房，2個廁所。嗱，依家帶你睇樣板房，入戶咧第一間房咧屬於贈送面積，呢個咧就係加1房啦。樣板房嘅入門位咧做咗圓關嘅鞋櫃，係傳統嘅直廳戶型。大家可以感受下現場嘅聲音啊！喺室內咧幾乎就聽唔到外邊馬路嘅噪音。總體空間咧係比較大嘅，餐廳、廚房嘅空間咧都算係比較闊落 U 型嘅廚房。喺旁邊咧亦都有個生活陽台喎，南外環路咧係新鋪好嘅路嘅，係用咗最新嘅瀝青，比較靜音。嗱，平時揸車路過啲路面咧係好明顯感覺得到嘅。呢個戶型咧有大家中意嘅大長陽台，我哋依家喺樣板房嘅12樓，景觀咧就未係最好嘅，因為咧亦未超過前邊個屋檐啊，睇到高爾夫。最前邊個樓咧係供電配套。佢咧就擋咗大部分嘅聲音啦。嗱，總樓層咧係39層，所以咧大家想要啲更加震撼嘅景觀咧，就可以選擇高層。因為依家咧係新開盤，所以咧有得選擇。嗱，所以大家咧就揸緊時間過嚟睇下。雅居樂咧，大家最擔心咧就係爛尾呢個問題。應該嚟講咧，正常就冇問題嘅。畢竟咧前邊咧有政府係補交樓嘅。雅居樂自己咧亦都壯士斷腕，不斷咧賣出自己嘅資產，而一直咧喺度降價出貨。每一次調低價錢咧幅度都好大，引領市場咧好大反應嘅。上一次價錢咧就降到7500到9200蚊每平方。嗱，當時我客戶買咗就係3座3房23樓120平方大裝修嘅，2套打通194萬。而就係3房咧97萬，單價咧就8000蚊每平方，依家價錢咧就8000到9000蚊每平方，127平方咧亦即係100萬到115萬之間啦。不過咧就係無批交樓，依家價錢咧係大概價錢，實際咧到時候再同你傾。嗱，以前咧賣15000、16000或者到中間賣12000、13000蚊每平方嘅時候咧，有收團購費嘅時候咧 ，YouTube 上個經紀人咧幾乎全部都做推薦嘅，我咧就一直踩呢個盤。好簡單，價錢偏高，優勢咧並唔突出。我開始推薦咧，就係因為調低咗價錢之後，咁樣咧就有優勢啦。靠哪裡都划算啦！來啦，快點！再嚟睇143平方1539尺4房3個廁所，南北通雙陽台戶型。入戶門口咧就屬於獨立一戶嚟嘅，門口第一間房咧屬於贈送面積，窗呢邊咧係向南嘅。好可惜呢個牆身咧就唔可以拆。做大橫廳啦，想改就改唔到啦。樣板房咧喺門口做咗個屏風，入門位置咧亦都做咗一個 L 型嘅玄關鞋櫃。依家同樣咧都係17座12樓01戶型，就係靠外邊馬路方向嘅。大家咧可以留意聽下現場嘅聲音啊。室內咧開窗嘅情況下咧，馬路嘅聲音咧幾乎都可以忽略得到嘅。嗱，如果靠近陽台嘅時候咧，聲音又會大啲啲嘅喎。當然，如果你對聲音咧特別敏感咧，亦都可以選擇同樣面積02戶型，就喺對面，咁樣咧就唔受影響啦。如果再入翻室內咧，聲音就好明顯又會細啲嘅，同前邊觀嶺相比咧，仲係有好大差別嘅。南邊咧就係長陽台，連到旁邊間房，出到外邊咧就有好明顯嘅車流噪音啦。估計對面02單位咧可能會比較搶手啲啊，因為佢噪音會細啲。之前3座143平方南北通雙陽台戶型咧係7500到9200蚊每平方，如果依家按8000到9000蚊每平方咧，就114萬到130萬。嗱，依家咧就大概價錢未係最終價錢，有得揀咧就可以幫你爭取價錢嘅。呢隻戶型咧好多客戶係咁樣選擇嘅，因為總價唔高，本嚟買3房都足夠嘅客戶咧，
都想換翻成更加舒適嘅4房。143平方咧係4房3個廁所，第3間房咧係套房帶廁所嘅。因為毛坯交樓啊，呢個廁所咧亦都可以改成衣帽間都得啊。俾呢間房用，或者俾自行房做衣帽間咧都可以嘅，因為中間個牆身咧係可以拆可以打嘅。少咗一個廁所之後咧，房間咧肯定就會變大好多啦。我哋而家見到咧，自行房個空間咧就好大，係南北對流窗台，北邊窗台依家樣板房咧做咗衣櫃。嗱，如果單睇戶型圖127平方同埋143平方戶型咧，佢就少咗一個廁所嘅。原因咧就係因為自行房廁所咧係贈送面積，所以戶型圖上邊咧只係寫字結構外平台。海欣橫頂咧係雅居樂設計最好，花園啊戶型設計咧係雅居樂入邊咧表現最好嘅。因為我喺海欣有做二手房，亦都住喺呢邊，所以咧太了解啦。雅居樂個物業咧亦都算比較滿意，管理得比較好，對業主咧係好客氣，平時執嘢咧亦都好企理乾淨嘅，有問題咧回應亦都好快。我住咗幾年咧，電梯係從來未出現過問題嘅，亦都留意到咧海欣橫頂個電梯咧係用咗日立呢個品牌。依家景觀咧係一個最大嘅優勢，又幾乎唔受噪音影響。當然咧，仲有就係海欣新城嘅生活配套係全部齊全，並且咧選擇比較豐富。因為成個海欣新城咧有8000畝喎，生態大城嚟嘅，係一個小鎮啊，已經沉澱超過咗20年，入住率又高，又係中山嘅富人區，日常嘅生活配套咧步行都係足夠嘅。屋苑咧自帶會所，海欣橫頂嘅室內游泳池咧先係算係真正嘅游泳池，因為咧有幾個4代住宅嘅游泳池咧都係得1.20深，好淺啊！嗱，你睇下呢個游泳池嘅深度，完全咧就唔一樣嘅。睇完咗有間房咧，再嚟介紹下屋苑同埋周圍環境以及配套。海欣新城最後一期橫頂呢個雙樓盤咧，相信大家都好熟悉七生名門，佢個園林會所戶型設計咧係雅居樂入邊最優秀嘅，因為雅居樂早前個設計咧真係好一般嘅。因為我有做二手房，公司地鋪咧就喺呢個片區，所以太熟悉佢啦。但係咧又有個硬傷喎，就係太近呢個快速路。海欣新城係從98年攞地開始，8000畝嘅生態大城，可以講咧已經形成咗一個小鎮，沉澱超過咗20年，入住率又高，又係富人區，所以喺社區入邊咧日常生活配套咧就全部都有嘅。3萬平方嘅生態公園，3000畝嘅高爾夫果嶺中央大湖，1+1超市，樓下啲商業街鋪、社區醫院，反正除咗西北邊呢條快速路嘅噪音呢，其他都冇問題嘅。喺前面就係貴族學校雅居樂三欣學校，路邊呢就係飲食街，轉角呢個位置呢就係1+1商場。路邊有街鋪嘅地方呢，全部都開滿晒嘅，就冇空鋪嘅，因為呢邊人多有錢，富人區呢商鋪呢係好旺嘅。遠少少呢就係別墅區，高爾夫球場、長江水庫。喺前面呢有個新樓盤觀嶺都喺度賣緊嘅，1萬蚊每平方起。我之前呢有出評過嘅。喺旁邊就係博愛七路，新樓盤呢比較集中嘅，最豪型，帶裝修9000幾到13000蚊啦。迪興博愛里呢毛坯就1萬蚊每平方起啦。牛豐天怡呢帶裝修都係1萬蚊平方嘅。華虹景業軒暫時又冇貨，要12份呢先放出嚟。遠洋新天地呢，依家呢創咗新低，1萬蚊每平方起。嗱，我都有出評過嘅。需要二手房源或者租盤呢，亦都可以揾我嘅。往東8公里11分鐘呢，就係博覽中心，可以坐直通車到深圳機場、地鐵站、福田口岸嘅。去行東區天逸星河 COCO City 商場呢，都係6公里11分鐘。往前500-600米呢，就係依家最新最有人氣嘅富日城 Top 商場。7.4公里16分鐘呢，就係城軌高鐵站中山站呢個地方嘅。中間呢個位置呢，就係老城區張家邊呢個地方啦。5公里10分鐘就係人多低消費嘅地方嘅。前面立交橋比較多呢，就係高速路出入口2公里。然之後呢，火炬區人民醫院呢個屬於3甲醫院嘅4公里8分鐘時間啦。睇完咗一圈呢，就正如開頭所講嘅，除咗西北呢個位置有快速路呢一個硬傷，車流比較大，有噪音呢，其他呢就冇得講嘅。要環境有環境，要配套亦都有配套。再嚟睇下屋苑嘅情況，17棟嘅高層住宅，2336戶嚇，綠化率呢36，容積率2.0，車位1:1.32。屋苑個園林呢係有質素嘅，有講究，設計有業主會所，有室內嘅恒溫泳池。嗱，成個睇到呢，
的確係唔錯嘅。雅居樂咧前2年咧就好爭錢嘅，曾經仲停咗工啊。咁呢2年咧之間有所緩解，工程進度咧先有明顯嘅變化嘅。依家咧有政府保交樓無批出售，我哋見到咧17、16、15、14棟樓，4座樓咧同時喺度施工，後邊咧仲有8到13棟6座樓咧係未動工嘅。只要賣得出去咧就冇問題，正常嚟講咧都冇需要擔心交樓問題。亦都有經紀人咧唱衰雅居樂，無非咧就係佣金俾得少啫。點解之前賣15,000、16,000，哪怕跌到12,000、13,000嘅時候咧，仲係第一排靠路，又額外收8萬蚊團購費嘅時候 ，YouTube 上嘅經紀人咧幾乎全部都喺度做推薦，個個咧都叫你做仁達華能居。嗱，我一直咧就踩呢個盤，因為咧我太熟悉呢邊啦。好簡單，價錢係偏高嘅。我開始做推薦呢，就係因為價錢調低咗之後，亦都冇需要交團購費啦，亦都唔靠路喺第2排，咁樣呢先係有優勢。嗱，依家呢係有景觀，而最好嘅景觀呢就係16、17座，16座呢就已經係322平方嘅大平層，亦都準備開賣嘅。如果你覺得海欣宏景天徑適合你呢，依家呢就係入手時機，一唔係呢，往後都唔需要再睇啦。好，片尾咧帶大家遊下車河，睇下啲商鋪生活配套係點樣嘅。平時我哋行路步行可唔可以用得到呢啲配套？一個方向咧左邊淘金街方向，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南邊1+1方向。好，大家想了解中山珠海，包括成個大灣區樓盤，無論新樓盤定係二手樓咧，都可以幫到你嘅。需要更詳細嘅樓盤情況以及優缺點，可以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。想睇樓，可以接送大家過嚟實地考察，了解對比咗之後，慢慢再做選擇。關注定義我，睇樓冇套路。